各位老友第一次嚟胡志明市係咪成日揾唔着北？呢份特種兵攻略一定要認真聽。機票簽證1000蚊講過好多次，住宿首選服務式公寓，星級酒店規矩多多，帶 friend 開 party 要登記亞納金，仲要準備50萬越南盾疏通費，最慘唔係次次都得。趁住朝早涼涼地，第一時間掃晒免費景點，檳城市場嘅地道煙火氣，粉紅教堂嘅夢幻外牆，中央郵局嘅法式風情，每個轉角都係打卡位。午餐整碗熱辣辣嘅生牛肉科或者夾滿燒肉嘅法式三文治，想豪啲就去海鮮自助，人均3嚿水，全程管家式侍候，留翻啲精力嘆世界，港必體驗項目。越南式洗頭真係冇得頂，200零蚊兩位師傅同時服侍，剃鬚採耳修甲一條龍，內地邊度揾得到？下晝眼瞓就去 DJ 咖啡廳感受電音泡泡浴，或者打卡網紅車厘餐廳，入夜之後做迷霸唱通頂，轉場飯五老街攬住啤酒融入迷紅夜。老實講，玩到七七八八已經累到趴街啦。邊位高手可以1日之內踩勻所有嘅行程？真係要寫個服字。跟住南哥帶你解鎖更多越南隱藏玩法。